在場人士係為咗我去犧牲好多。雖然大家話就話20年嗰陣時、19年嗰陣時係出嚟就國安天命啦，但係始終而家係我係好自由地咁樣去繼續去追夢啦。但係我啲嗰陣時嘅朋友就仍然係坐緊或者係承受緊啲後果。我係阿域，而家喺英國係做緊一個全職嘅音樂人。咁我以前喺香港咧都係玩音樂嘅，但係主要就教學為主咯。咁嚟咗英國之後咧，就成為咗皇家樂手啦，亦都係組成咗自己嘅爵士樂隊啦。啱啱出隻碟，同埋會喺一啲大型嘅爵士音樂節嗰度演出嘅。幾年前啦，就喺網絡上就練咗一啲嘅網絡小説啦，有啲出版社就揾過我出書啦。咁所以有好多人認識我，可能都係因為說書人阿域呢一個筆名。其實上嚟英國就都好幾年嘅事啦。咁喺我喺香港臨尾嗰幾年呢，我喺音樂上就遇到個瓶頸，進步唔到咯。咁我就覺得係一個眼界唔夠，因為我從來就冇喺外國嗰度去進修咯。咁所以我就諗緊係咪需要離開下香港去第二度擴展下眼界啦。呢件事喺我嚟到英國之後係得到證實嘅。到去19年嘅時候就社會運動咯，我參與其中咯。我身邊陸續有朋友係被捕咯，同埋或者受到盤問咯，甚至乎係我一個朋友就本身我知道佢係已經係坐緊監噶啦。咁就突然間有一日我就收到佢嘅信息傳過嚟話不如約出嚟食飯咯。咁我就好開心。嗰個 friend 就話淨係想見我一個。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啦。然之後我問咗其他嘅朋友呢，亦都冇人知道佢已經係放咗出嚟。亦都20年嘅時候就武漢肺炎就毀咗我絕大部分嘅音樂事業嘅。咁譬如學校關晒，我就冇學生啦，亦更加唔會有表演啦。咁尤其我係一個管樂嘅樂手，戴住口罩基本上就冇得演出啊咁樣嘅。咁嗰時我就意識到其實係咪我自己需要離開呢？咁所以我就喺幾個月之後啦，下半年就真係離開咗香港，就嚟到英國就展開一個新嘅生活咁樣。其實聽咗細葉榕呢個名就好耐啦，亦知道佢哋係一個非常之有公信力嘅在囚人士支援組織啦，各方面嘅行政啊或者佢哋嘅數位都係非常之透明。咁所以我就想幫佢哋就好耐㗎啦，間中呢幾年嚟都有去捐款啊，或者係去有一啲嘅活動我去支持過啊。咁上年尾就有一啲活動呢，我就真係去參加咗，然之後就認識咗細葉榕嘅負責人咯。好好笑地，原來佢都知我係邊個嚟嘅。咁所以大家就叫做有啲一拍即合咁樣就做咗朋友啦。然之後佢就問啦其實我哋都好需要一啲嘅義工去幫手喎，咁你會興趣幫手呢？咁我就基本上都二話不說咁去應承咗啦，因為我覺得佢哋係幫緊一啲嘅在囚人士啦，而我成日都有一個好大嘅愧疚感啦，就覺得在囚人士係為咗我去犧牲好多。雖然大家話就話20年嗰陣時、19年嗰陣時係出嚟就國安天命啦，但係始終而家係我係好自由地咁樣去繼續去追夢啦。但係我啲嗰陣時嘅朋友就仍然係坐緊或者係承受緊啲後果。音樂同埋文字都係好重要嘅傳遞信息嘅工具嚟。音樂就抽象啲啦，文字就直接啲咯。咁但係音樂呢，就喺歷史上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政治力量嚟。即使係周公最勁嘅功績都係祭禮作樂啦。而家我玩嘅音樂，我正職嗰邊都係做一啲可能禮儀性嘅音樂啊，亦都可能係鼓舞一啲嘅士氣啦。去翻香港人呢邊呢，我就近呢幾年啦，都有不停咁喺唔同嘅香港人嘅場合嗰度出現去演奏啦。有時玩翻啲可能大家耳熟能詳嘅歌啊，亦都有好多時候啲朋友會走嚟同我講話啊，你玩嘅歌唔係話玩得好咁㗎，即係都有啦，當然啊。咁但係更加多係話你勾起咗我好多嘅回憶啊。譬如我玩一啲經典嘅流行曲啊，咁譬如之前顧嘉輝先生過身，我玩當年情，咁亦都有好多人去留言或者係
嘅現場表演嘅時候，亦都會講啊，我好懷念嗰陣時嘅時光啊咁樣樣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凝聚翻離散咗嘅香港人嗰種嘅內聚力咯。因為即係大家喺英國啦，或者喺外國都係啦，各有各忙。亦都好多時面對嘅都係英國本土嘅人啦，或者世界各地嘅人咯。好難話時刻都會講廣東話，或者係聽翻廣東歌咁樣樣，亦要融入我哋嘅外國嘅生活啊嘛。咁但係就變咗好多時候，我哋本身有嘅文化就好似慢慢消亡緊咁樣。而音樂呢樣嘢係可以凝聚翻大家有共同嘅回憶同埋共同嘅情感咯。咁所以我都會盡量繼續，除咗話自己本身喺藝術上嘅追求之外呢，亦都希望利用音樂又好，文字又好，係繼續凝聚翻香港人，無論喺英國或者喺世界各地，記住香港曾經一個咁獨特嘅文化啦。其實大家唔好覺得就係我唔係咩政治明星啊，或者我唔係好有財力或者好多能力呢，就覺得自己幫唔到在場人士啊，或者做一啲嘅社會嘅工作咁樣樣。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能力去做，多有多做，少有少做，唔一定話個個都要做啲好驚天動地嘅嘢出嚟。少到去寫封信俾在場人士，話俾佢聽，其實仲有人會掛住佢啊，或者係去出席一啲活動撐場。其實對我哋嚟講已經係好大嘅支持同埋鼓勵咯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係唔好吝嗇自己，唔係都好懷疑自己，就想做嘅就盡量做，想幫嘅盡量幫。我哋係好需要大家一分一毫、一絲一毫嘅幫助。相信對於唔少嘅香港人嚟講，點樣支援前線抗爭者同埋支援在囚者，都係我哋非常之關心同埋關注嘅事情。喺度，我今日係懇請大家，呼籲大家去支持失業用人道支援基金。失業用人道支援基金一直支援在囚家庭，令到佢哋有尊嚴咁樣去過生活。失業用人道支援基金每個月支援在囚嘅家庭380英鎊，但係佢哋更加需要嘅係大家每個月嘅穩定支持，令到佢哋唔需要擔心下個月可能就會入不敷支。其實唔同嘅一啲手足，尤其是係在囚手足，佢哋係為咗香港貢獻咗好多，我哋係有責任、有道義去照顧佢哋之後嘅一啲生活。對於呢啲在囚人士嘅家屬嚟講咧，呢筆救援基金嘅援助咧，唔單係提供物質上嘅支援，更加係一種精神上嘅溫暖。而家每個月佢哋需要嘅資金係6萬英鎊，但係每個月嘅月捐嘅收入係一半都唔到，所以希望各位可以以月捐嘅方式去支持失業用人道支援基金。